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新年恭喜，新年恭喜！元宵还没过，元宵还没有过都还是过年嘛甲你的边仔讲，新年恭喜，上帝祝你，新年恭喜，上帝祝福你。咱做位起立，我们一起站立。因为有个我，因为我活着，我能面对明天。手接过来。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
因为我会面对面啊在，因为我无惊吓，我确实在他掌管面啊在，我命充满了梦，因为我会面对面啊在，因为我无惊吓，我确实在，伊掌管面啊在，我命充满了梦，因为我命充满了梦，我命充满了梦。搁一遍来唱，我命充满了梦，我命充满了梦，因为伊个我。咱爸爸将荣耀归给咱的国外主，将荣耀归给我们复活的主。咱要做来献上咱的感谢加承认咱的亏欠。咱一边来读华语的，一边来读大家一次华语，一次台语。咱先用对华语来。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伊的慈爱线到永远。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咱若承认咱的罪，上帝是信实公义，要赦免咱的罪，洗清咱拢总的不义。弟兄姐妹，我们来献上感谢哦！伊是公义良善哦，至善的，永远有慈爱怜悯，伊赦免咱的过犯，伊拯救百姓脱离人生的苦难。所以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哈。求主来下面，求主赦免，除去一切的过犯。人若自觉脱离卑贱的事，让那自己前去，自己脱离卑贱的事，神就会兴起我们使用我们成为什么贵重的器皿。上帝使用咱使用我们。咱开声来祈祷，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献上感谢求主使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回转来归向他，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我们都感谢你，因为你新的一年，主啊，你有新的恩典，新的祝福，我们会通做伙伫遮华语礼拜、甲台语礼拜，做伙伫遮来敬拜你。无论什么款的语言，拢袂通阻挡阮对你的敬拜。愿主你来收所帮助阮，互阮会通伫主内底合一，伫遮来敬拜神，你的奇妙作为就充满，甲帮助阮拄起阮心中一切有的拉山，阻挡阮来到你的面前亲近你的，才会阻挡愿主你来前去赞。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阿罗你，因为你是阮的主，阮的上帝，阮的好处无在伫你以外。新的一年，在新的一年，你有新的恩典、新的恩刷、祝福伫阮的中间。你也透过你的话，引带阮行迄个毋捌行过的道路。主用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走未曾走过的路，帮助我们进入到你的应许之地。互阮伫应允的地内底领受你丰富的恩典，也学习约书亚照你的话无偏左无偏右，不偏左不偏右。互阮会通进入到你的同在，你会开达甲阮三地地靠主来得胜。拄起一切才有的拉山，阻挡阮领受上帝恩典的才会脱碍。求你来帮助阮，帮助我们除去一切的障碍，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施恩面前，领受你的恩典。阮当心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让这请坐。
因为咱今仔日是联合的礼拜，所以牧师会用2种的语言吼，伫遮参杂吼，请大家体谅吼。咱要伫遮来为着咱的需要，为着我们的需要来祷告了吼。咱先用华语做伙来，耶和华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上主是我的牧者，我无欠半项啊。上主是你的牧者，牧者就是可以照料你、灌顾你所有的日常生活，心灵外在哦，心灵加外在哦，所以我们敬拜、敬畏这位神。你伫这几方面有需要，你也当起来可以站立起来，然后我们为你来祝福、来祷告。在身心灵、在婚姻、事业、感情、工作哦，伫这的工作、学业哦。囡仔，你嘛通替你的囡仔为你的孩子课业来祷告。人际关系，如果有需要，咱会通站立起来，会通站起来。在牧者同工，会当为着恁来祈祷。好，咱要邀请主伫咱的灵、思想、感情、意志、思想、情感、意志、身体，将你的忧虑卸给他，将你的烦恼重担交托伊。每一个人拢有烦恼啦，包括牧师啦吼。总是你会知影安怎交托给他哦。你若有啥物病痛，你就按手换手伫你需要的所在吼，站起来或是坐着哈。咱开声来祈祷，开口同声来祷告。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站立起来，你会当站起来吼。哈利路亚！主，阮奉你的名来到你神的宝座前，阮参加伫遮透过联合的礼拜。透过联合的礼拜，阮做学老来敬拜你主啊！你是知阮的心思，知阮的意思的主。主啊，帮助阮会通进入到你的同在。主啊，互阮会通你邀请你伫阮的生命，伫阮灵、思想、感情、意志来掌管做主。主，阮需要你，每一天拢需要你，需要你互阮勇气，需要你互阮有智慧，需要互阮开力，帮助阮引出阮头前的道路。亲爱的主，阮需要你，每一天需要你的同在，每一天我们都需要你的同在。阮需要你的引带，你引带阮行伫主，你为着阮备办有油在地的稳定的道路。在我们所走的路径，都有恩典的自由在地，帮助阮，互阮会通伫遮，无论是心灵、肉体有遮艰苦病痛的，求主来医治，你来医治透棒。你的心伫倒位，倒位就要得到自由。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要得到自由。真理要叫我们得着自由。主，你就是真理，你的话就是真理，你本身就是真理。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敬拜当中，不管是华语或是台语，不管是华语、台语，阮都通因为主你的关系，阮做伙伫遮来敬拜，愿主你来说，也透帮阮心灵得到勇健，灵魂体得到形成。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最后我们来为主日来守望来祷告，咱来用上帝话做来宣告，一起来宣告。但愿是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来台语。愿属忍耐甲安慰的上帝，互恁同心志合。同心志学习基督耶稣的模样吼。咱那边还有一个了哈，一心一口荣耀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同心同声荣耀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爸上帝。我们要为着我们的教会牧者团队、长子团队为着咱中心牧者团队。咱为着咱的个人咱甲上帝的关系透过读经祷告，透过礼拜，透过小组来帮助咱甲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亲密的关系建立是因为你有亲近神。今仔咱要为着和会啦啥物是和会？和和气气伫主内底在和气的当中。我们来看见教会的需要，咱做伙伫遮来选出神有没有感动你？有感动你无？不是人甲你讲，你就选上，你就选上。神的灵透过他的感动来帮助，还有协会今仔日做无用啦
合会了协会有志工队吼。不过这拢是要为了什么？荣耀主的名吼，让神的名能够扩大，和上帝的名会当伫这个所在吼来得到荣耀。咱也为着讲，有人听无台语啊，所以增加第3场的吼。伫后礼拜开始吼，11点伫咱7楼有华语的礼拜吼，即个听无台语的吼，听不懂台语的他们就可以就近来领受这样的一个恩典吼。咱赶快8点15嘛是阁有一场啦吼，所以互这个吼8点外爬袂起来吼，所以咱互相伫遮来了解的需要。咱也要为着这个青年透过青年牧师黄世谦牧师黄世谦牧师帮助互有青年人的思维青年人的思想，免我来引带，因咱发觉讲要带领这世代的年轻人，这世代少年人有简单无？恁若看恁兜的少年人就知影啦吼。你甲讲伊要听无？有啦，有当时会听，莫讲拢无听啦吼。还是会听，但是呢有自己的想法哦。所以咱为着青年我嘛一直在学习的，免甲这青年斗阵的嘛吼。所以咱真的为了牧者哈，我们没有3头6臂，牧师嘛是2支手棍尔，嘛是一个人啦吼，对吧？总是需要带导吼。特别也为着青年牧区兴起更较侪年轻人咱为安尼来祈祷，咱邀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为着教会，为着今天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敬拜礼拜，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神会垂听你的祷告，神看重你的祷告上帝看重你，可以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你是国外主，你是享受稳定的主。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一同聚集，一同敬拜。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你给我们勇气，叫我们不要害怕，说要刚强壮胆。说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很多的害怕，我们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裹足不前，需要你赐给我们勇气，帮助我们。谢谢主，主，我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是享受恩典教育，互阮伫软弱啥时靠你，啥时永驻。主恩典够用，是给我们在软弱当中，什么时候依靠你，我们就得刚强。你的话告诉我们，不要害怕，当刚强壮胆。你用你的话成为我们前面的指引，你的话就真做引带阮领受你的恩典，好像就分条火条同款，引柱火柱，帮助阮无偏左无偏右。求你来教示阮，用你的律例、你的真理，互阮得到自由。感谢主，阮也要同心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用主导文，咱做伙来祈祷讲：阮的天父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要赦免过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一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咱伫这个中间要欢喜快乐。哈利路亚！咱三家开声来学乐咱的主。耶和华已经为咱做正大代志，以用粉彩来做薄皮，宴会个照暗暝。耶和华已经为咱做正大代志，伊将雨水降落达西的所在，咱着大欢喜。讲出伊的作为，咱着我可以，就会做
最大代志，咱着大欢喜学落去，讲出伊的作为，咱着活可以就为最大代志。花已经为咱做正大代志。演变的暴风天气，海演变成无去。我已经为咱做正大代志，你看开双手，咱就满有你，咱就大欢喜，讲出伊的作为，咱就活出伊。就会最大代志，咱着大欢喜学落去，讲出伊的作为，咱就活可以就会最大代志。我们一起来宣告，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铺展云彩当着干，夜间是火光照。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在干旱之处使水流成河，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那命令狂风止息，那波澜就平静。耶和华已经为了我们行了大事，他张开双手，我们就得保住。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他必带领生命欢呼向前，他将结果的赐给我们。他必带领生命欢呼向前，他将结果的赐给我们。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咱就大欢喜，讲出伊的作为，咱就活可以，就会最大代志。咱就大欢喜学落去，讲出伊的作为，咱就活可以，就会最大代志。咱就活可以，就会最大代志。咱就活可以，就会最大代志。哈利路亚！阿弟姊妹请坐。
真心请你来，充满我的心，我望来亲近你，讲较热闹你，心情请你来。改变我的心，予我看你，予我听你主爱的名声音，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我敬拜你，荣耀，荣耀，荣耀我救主。生命请你来，充满在这里。我渴望更认识你，更深地知你。生命请你来，改变我心意，开我眼睛。圣洁，圣洁，圣洁归我主，我尊崇你荣耀，荣耀，荣耀归我主，哦，救圣。献给我救主，我敬拜你荣耀，荣耀，荣耀我救主。主我好大手棍你稳定我做情，用心实实追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点较无你，亲像较无你留在你我生命中。让我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每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
我需要你，生命如雨降临。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生命如雨降临。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记住爱你的心。每季节，我需要你，你为我真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相信那好甘霖。这是我的祈祷，愿我心要多多归荣耀主耶稣。这是我的困求，愿我为那听你，也无失落去做听主的心。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记住爱你。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记住爱你的心。亲爱的主，我每一日拢需要你，需要你的同在，需要你的平安，需要你的恩赐，需要你的医治，阮太多需要。主你拢知，主每一天我们都需要你的同在，你的医治，你的平安，你的供应，你的赐福，这是我们的祷告。但这按照您的心意，你知道我们是需要或者是想要，按照你的心意来供应我们，按照你的慈爱来赏识我们，按照你的怜悯来挪去我们可能想要但是不是我们需要的。恳求上帝帮助阮，互阮伫这华语、台语做伙合一来敬拜，无受语言的限制，不受语言的限制。因为你的真理超越这，你的圣神超越这，你的圣灵超越一切，使我们能够同感一灵。阮做伙来感受到一位圣神伫阮的心内来引带阮来敬拜你。感谢主，今仔日的礼拜真做芳芳的坐献到你的面前，得到你的甘纳。也你回应你的话，帮助阮明白，照安尼去行，无偏左，无偏右。
如同你像耶稣亚所说的，不偏左，不偏右，我将我的律例典章交给你，你就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主，愿同心伫你面前来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三个同心来吟圣诗178首，求主用你圣神来充满我心。圣诗178首，请起立吟全首。求主用你圣神来充满我心，求主用你圣神来充满我心。求主用圣神来充满我心，求主用你圣神来充满我心。让我亲心感受你伟大的主爱，求主用爱充满心内。让我亲心感受你伟大的主爱，求主用爱充满心内。求主用你圣神来使阮舒服，求主用你圣神来使阮舒服，求主用圣神来使阮舒服，求主用你圣神来使阮舒服。让我亲身感受你喜乐的主爱，世界平安心好。
这是咱三个来共读圣经，这时候我们一起来攻读圣经，记载在旧约约书亚记11章第1节到第15节，旧约约书亚记11章1到15节。咱今日要共读的圣经记伫旧约约书亚记11章第1节到第15节，约书亚记11章第1节到15节。每一个版本咱伫个原文咱家己看吼来。夏所王约宾听到这个代志，就派人去见马顿王约巴、申伦王甲亚撒王，佮到北边的山区，加利利湖边南边的阿拉巴山谷山坡，甲西边多尼的山地见遐个王。伊佮去见约旦河东边甲西边的迦南人，以及住伫山区的阿摩利人、何人、比利洗人、甲亚布斯人，以及乌门山骹米斯巴地的希伯人，这王甲因的军兵拢出来，人也济甲亲像海边的沙，阁有真济战马甲战车，因拢来美伦溪边聚集，做伙扎营，要甲以色列人交战。上主甲约书亚讲，毋免惊因，明仔载差不多即个时，我要将因拢交互以色列人，甲因杀死。你着斩断因的马的骹筋，用火烧因的战车。约书亚甲拢总的战士来到美伦溪边，甲因突击。上主将因交伫以色列人的手，以色列人攻击因，甲因掠到西顿大城，到米斯利弗马因，直到东边的米斯巴平原，杀死因，连一个拢无留地。约书亚就照上主的命令对待因，斩断因的马的骹筋，用火烧因的战车。后来约书亚活转来攻取夏所。用刀杀死夏所的王过去，夏所是这个国的头。以色列人用刀杀死迄个城内的住民，彻底把因消灭。所有会喘气的，无留一个活的，佮放火烧夏所。约书亚征服所有的城，掠因的王，用刀杀死因。彻底把因消灭，是照上主的仆人摩西所命令的。遐个起伫山峦仔顶的城，夏所以外，以色列人无甲因放火烧，只有夏所，互约书亚烧去。以色列人对遐个城抢的面甲精生，拢处做家己的。毋过因用刀杀死所有的人，会喘气的，连一个拢无留地。上主安怎命令伊的仆人摩西？摩西照安尼命令约书亚，约书亚就照安尼做。上主命令摩西的，约书亚无一项无照安尼做。以上，这是咱要请本堂游牧师来讲道，伊所要讲的题目是地形的秘诀。地形的秘诀。请咱三个来祈祷，同心祷告。主，阮亲近你，用至深的神伫遮来近我，亲像落hin无溪水，较无你的话。主赐给我们渴慕的灵，如入切慕溪水，渴慕你的话，你的真理，叫我们得着自由。主，你的真理帮助阮会通明白你要对阮所讲的话。叫阮去行，真做福气人，开阮的心窍，明白这个教示，互阮拢是真做受恩的囝儿。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咱搁一遍提醒哦，本来是伫11点吼，咱会来开始统计票数因为惊延误咱的这个时间咯吼，所以伫差不多10点半左右，那还未投票，还没有投票的吼，我们会在10点半左右，我们会来开始来计票啊，所以安尼来把咱提醒吼。
咱的会员吼，你若还未领票，还未投票哦。今日咱要透过这段圣经，这段的圣经哦，约书亚11章的第1节到第15节吼，得胜的秘诀。遐只不过我毋知影，咱有伫生活中间拄着这一寡困难问题啊无？一定有啦，无有人讲哦拢很顺利，没有人是一生都是很顺利，不会遇到一些的困难困境的。若有你举手者，我知影，我会当甲你请教你的秘诀啦吼。敢无困难吗？你无车祸，无跋倒，无啥物吗？有啦，有啦吼。但是就是讲，你要安怎去面对啦吼。啊，伫迄个失败，伫迄软弱中间吼，在软弱失败当中，你怎么样去面对？你要安怎去面对？这是真要紧的重点啦吼。啊，最近咱看到这个新闻吼，我毋知影你有注意国际的新闻啊无？吼，有发生啥物代志啊？俄罗斯安怎要去拍啥物人？乌克兰啊，甲咱有啥物地带？有吗？甲红海有啥物地带？有啦吼，会影响啦吼。甲你有啥物地带？跟你有关吗？跟我们有关吗？有无？有啥物关系？啊，讲袂出来。你知俄罗斯派偌济兵？10万哦，你有在注意新闻哦？派10万大兵，还有一些飞弹的车辆吼，还有一些的海军哦。啊，所以美国啊、北约啊、北约这联盟嘛，无输赢啦，对无？就派安怎啊？伫这亚得里亚海，伫迄个所在吼来做联合的军演啦，哦，所以大家精良的武器，迄个装备拢安怎，拢拼拼出来啦，哦。啊，顶一回迄个 F-30几载落迄台啊，35吼，啊，这上新的 F-35吼，迄美吼，啊，就出现吼。所以你也看讲两军阵营吼，这两军的阵营拢开始将这个展现伊的兵力啦，伫比啥物人军头较大较强啦。啊，拄啊，咱咧讲，甲咱有啥物关系？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吗？哦，其实最近伫2月初3到初7，哦，美国甲日本啊，这个联名哦，嘛是伫这个南海、菲律宾海做演习啦，联合军演。哦，这个反欺战舰，啊，搁有啥？这个防空母舰拢出现啦，为什么？要顾咱台湾，惊安怎？惊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大家焦点伫个所在，啊，看忽略，中共呢，趁机会伫遮趁机吼来侵略哦，我们台湾哦，来侵略咱台湾啊，所以你通看伊爱分两边哦，伫遮安尼甲咱有关系无？有啦，甲你边仔讲有啦，所以咱爱祈祷呢。哦，这个局势哦，这个局势不会影响到我们哦，嘛会影响到全球的这个经济。所以兄弟姊妹，咱毋是干那看新闻哦。你知影最近这2天，咱的外交部嘛是呼吁什么？啊，你若伫乌克兰的哦，爱赶紧啊，骹底抹火油，紧选。所以爱优选啦，吼，爱紧走啊，吼！美国甚至讲啊，你即马无要走，我派军机去甲你，吼，派飞机，吼，去甲你载啊，去接你。啊，你若过即个时阵若无走，吼，无要派伊啊，无要甲恁救啊，吼，所以有一段的时间哦。所以伫遮咱就看伊讲，面对遮个战争吼，遮个装备哦，真正先进吼。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今仔日的圣经嘛是共款哦。哦，耶宾哦，这以哈瑟来做为主，做头下所王，要安怎联合这个诸王伫迄中间，伫遐来要来拍以色列啦哦。啊，以色列人，咱来看讲吼，这个王因所有的这个装备，这一些的装备哦，然后安怎伫这个中间来对付以色列这一些的军队了吼，好亲像咱伫咱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当中，你面对着真大的困难，人要甲你攻击，要甲你拍的时，你要安怎？亲像迄10万
的军人，这军兵吼，10万大军伫乌克兰啊，乌克兰的人会安怎？会惊吓袂？啊，若中国要甲咱拍，你会惊吓袂？会啊，袂啦吼，为人袂啊。啊，恁囝若是头前咧做兵，你会惊吓袂？会哦。阮囝细汉的最近接到兵单。讲要做兵4个月尔啦，啊，迄较长的夏令营啦，安尼吼。如果你若是甲你有啥物款的关系吼，跟你有关啦，你会惊啦，你会担心。约书亚甲遮以色列人，因会惊袂？拄啊，伊经文你有好好听无？好好读无？讲因的军兵亲像啥物遐济？哦，安尼拄啊有注意啦吼，海边的沙遐尼多啦。如果你的敌人，你的敌人是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你的心会惊袂啦？会啦。所以伫遮咱看讲，以色列人约书亚要带因来作战吼，这战是上困难的，这是最艰难的战役哦。啊，要安怎伫遮来得胜了吼？好，咱做伙来看下去了吼。所以伫遮咱要来认捌讲，透过这段圣经，咱要认捌讲，上帝安怎应允？上帝有伫你的生命中间来应允，讲免惊，不用惧怕，我互你得胜，我要将这胜利交在你的手中。第二，咱来看讲，你要安怎认捌，要安怎得胜的秘诀无啦？上帝有没有给你有思想、策略、智慧，要安怎伫遮来得胜仇敌的秘诀？所以咱要透过这两方面伫遮来想哦。当你甲对敌针锋对决的时阵，你伫两军对战像即马吼，无共款的阵营，无共款的武器啦。啊，咱念来讲，为什么因会惊？为什么上帝甲约书亚讲毋免惊？啊，是咧惊啥？啊，伫圣诞节的时阵吼，啊，咱的军医都拍过迄个设计一个即个游戏啊。咱即马有咧拍手游无？有无？你若无聊时会伫遐拍，有无？我毋敢讲。哦，即马最近福建的生意做好，你知无？因为咱拢低头，啊，这颔棍就会歪去吼。所以伫这咱看讲，当你咧拍过关的时，有无？一关一关啊，一直升级哦，拍第一关、第二关、第三关哦，啊嘛有失败的时阵。啊，这年轻人哦，他们在圣诞节底下来升这个闯关，就是一对对打吼。啊，看啥物人赢啦，啊一关过一关吼，啊我前一暗我甲因伫遐咧试啊，吼，足久无拍，你知无吼？啊，遐团队呢，啊团队安尼吼，啊你先跳，啊过来我跳，吼，啊跳了若跳袂过安怎？摔落啊，就翘伊啊，啊过来重新来过了，对无？村长伫厝有算无？有啦吼，看因算啦吼，迄个水曲吼，所以咱来了解讲，即马少年人吼，即马嘛毋是干那年轻人在玩的吼，咱即马手机啊足济哦，啊你有去卖着、电着啊无吼？所以伫遮咱看讲，迄个游戏、迄个算即个游戏咧闯关的时阵吼，咱看讲有迄个美角啊，啊你要安怎伫遐突破迄个美角？啊，咱来看，我们来看以色列哦。上帝安怎引带因吼？第一件是啥物？要叫伊记袂？啊，过约旦河了后，第一件是对啥？亚利哥。第一件有简单无？你著散步，喊一喊啊，安尼就好啊！散步啊，行路啊，散步一连偌久，要叫伊记袂？啊，也是拢向牧师。15分，有人讲15分无毋对啦吼。洗一日15分，啊，轻松散步、画画、喊一喊，啊，声唱就倒吼。到了，因就入去讲，第一件很简单，但是上帝讲啥？这件是我为你恁战的，为你们征战的吼。所以所有的物件会当客袂？袂使，都不能拿。所有的战利品都不能拿，拢袂使客哦。好啊，第二件安怎？你想讲这12000人尔，会通作战的差不多2000，所以我派几千
3000啊嘛赢的1000嘛，对不？有赢无？啊，无啦吼，无我听做有咧吼，即摆喙暗拢挂掉的，拢吼较无清楚吼。所以第二件为什么失败啊？啊，就简单啊！我派3000啊，2000会通出来应战、出来应战尔。为什么失败？起点吗？毋是啊，是因为有人安怎无听上帝话去摕这阿干吼去偷抢这个战利品呐吼。上帝就讲袂使即阵，我拢要吼归互我。后来，所以上帝佮互因有机会，所以你着听我的话，安怎讲安怎做，怎么做吼？策略方法拢有。第三，咱来看讲，阿摩利这5王的联军啦吼。所以伫这中间，你有看哦，上帝哦，真正奇妙吼。顶回有甲咱3个分享什么？上帝用什么？导弹，对不对？飞弹，对天，个足准的，准不准？都打什么？都打亚摩利人。很奇怪，足奇怪哦！连一个以色列人去互鞭炮攻着无？无啊！所以你看，上帝每一战拢用无共款，每一战都是不一样的方法。好来，所以关关难过啊，关关过啊，愈来愈升级哦。所以伫遐南部的这逐所在拢去互摕着啊。所以如果若是这是一个以色列的地图啦，连名会互咱看吼。差不多中南部以下吼，拢互以色列人摕着啊吼。后来最后一战吼，毋是最后一战啊，较困难的一战吼，就是北方的联军啊，拄啊讲以夏所王耶宾吼，伊做头伫遐吼，你知影讲这消息吼，这些消息传到伫耶宾的耳孔，所以伊惊吓，开始惧怕安怎？过来就丢咱啊咧，所以咱一定爱甲防守袂当互伊过来攻，不要再进攻我们我伫20142014年的5月27号，我较早捌带新人教会会友去到伫这个所在啦其实现在都成为遗迹啊，遗迹，总是伊遐是真大，有偌大？大亚里哥33倍，安尼请咱算一下，大33倍。亚里哥一年睡15分钟，若上帝讲好，恁搁睡看卖啊？嘿，安尼睡一年差偌久来？数学较好的帮我算，数学比较好，帮我算。恁一工睡一年就好啦。8点2小时，用8点钟就好8个小时。上帝若搁用共款你每一天绕一圈，你一工睡一年8点钟，好无？安尼赢袂？大家拢毋敢讲。我讲你睡一年就掉沙倒伫遐啦，中暑啦。你毋知影遐个温度偌悬日时是拍落来你会容空暗去，你知无？好，何况讲若第7天搁睡7日的时阵就拢免战啦，对无？拢是上帝用无共款的方式，所以难度较悬是安怎？因的兵马你来看大概若只有历史学家讲的历史学家讲，因所有的联军像咱即马俄罗斯敢派偌济10万，因差不多30万。30万1万的骑兵骑马，佫有2万的这个战车。以色列有武器无？有无？无啊！咱来看这个夏瑟啦比亚里哥大33倍。所以上帝用无共款的方式，用不同样的方式。咱来看讲以色列有啥物款的武器咱来读华语的来。那时以色列境内没有铁匠，因为非利士人不让希伯来人制造刀枪，以色列人必须找非利士人磨篱笆、锄头、斧头、镰刀。你知影无？
因的黏梨啊，吼，这镰刀，吼啊，斧头猪头，吼啊，搁有啥？这个一寡刀器吼，拢爱去找非利士人的，这甲今啊经过偌久？大概200年。安尼你是要摕啥物甲人战啊？你都无这武器啊，没有武器啊。你摕迄个哦，棍啊，摕这个可能刀啊，安尼要甲人相战。你会记甲大卫甲扫罗王迄时阵，敢若扫罗王甲因囝好像扫罗王遐敢有剑啊，剩诶拢无呢。咱想讲安尼，阁遐尼济人，那么多人，安尼，你若是约书亚，也是以色列人，你会惊袂？会惊袂？哦，因为恁咧看故事拢袂惊。咱咧看故事拢袂惊，但是如果你若是伫迄个中间哦，绝对会惊啦。所以第二个就是讲啊，咱看为什么会惊？这个人吼，就是决心啊。圣经讲哦，上帝使他们心刚硬。来，咱来看下面的这段圣经来。即便的希伯人以外无一个城，甲以色列人订和平条约，所以以色列人用武力占领这个地，因为上主互遐个城的人心意，甲以色列人交战，互因受遭灭，无受怜悯，照上主命令摩西话，因拢完全受消。对要讲到心意呢，心理刚硬。上帝呼召亚伯拉罕进入到迦南地，大概在400年当中，上帝给迦南人400年的机会。400年的机会，互因会通伫遮来亲近上帝，但是无啦。遮讲除了谁？拉合除了啥？基遍人虽然因用诡计用诈骗，所以他们是当时最大的诈骗集团。安怎吼？伫遐骗得即个和平的约，但是因为安尼保全人性命，上帝嘛怜悯啊怜悯哦，所以伫遮咱有看第一心理刚硬，人就无法度去亲近上帝，没有办法受到上帝恩典的保护。即便还有呢，对不对？所以伫遮即便人也个伫遮第三个讲心理害怕，遮的联军会惊袂？惊啦，因惊听讲啥？遮以色列人因过去安怎做咱即声但是因心理刚硬，硬啦，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得救，就是这样。今仔日嘛在对咱讲话，咱还袂说咧，你有心硬无？还是讲你的心开始柔软？亲像基遍人，我惊遐，惊袂无，所以我来亲近，我来亲近。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看到遮以色列人嘛会惊，你惊我嘛惊，看啥物人上惊，对不？所以伫遮免我拄起你心中的惊吓，这个就是你胜利一个真要紧的秘诀了，胜利的一个秘诀。第一个，所以上帝先从心理层面你唔通惊吓。所以因咧惊啥？遐个马兵遐济，那一些的装备那么精良，对不？阮拢无遮个马车嘛。兄弟姊妹，咱看讲上主安怎甲讲？拄圣经有互咱有一寡遮个智慧甲策略来，咱来读华语的来。上主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明天这时候我会替以色列击杀他们。你要砍断他们战马的腿，烧毁他们的战车。”遐袂歹，安那会要甲毁掉？来，咱来看卖啊得胜的秘诀是啥物？都听你的话，听谁的话？上帝拢听你的啦，因为较早唔听，亚干唔听，所以怎样？36个失败，去用抬死啊！连累36个家庭，对不对？然后他家呢，鸡啊、鸟啊、掠抬到无半只，对不对？包括他自己亚干。所以伫遮，咱看见要提醒咱的伫遮咧提醒讲得胜的秘诀，你要安怎突破你面对的太碍有一个叫做李维斯特劳斯李维斯特劳斯
即个伊是一个犹太人啊，出世伫德国。然后，伊伫10几岁就移民到美国吼，移民到美国，啊，伫肯塔基遐来住落来吼。了后，伊是靠安怎制造这个布片啊、帐篷，制造帐篷吼，啊，摆一个摊位吼。啊，后来越做越大，伊伫1853年吼，伊就刷到伫这个旧金山，啊，伊时阵迄旧金山那边有矿区啦吼。啊，伫遐咧淘金，吼，咧淘金。啊，伊就伫迄个中间来做帐篷哦。迄个时阵军队有甲伊订10万顶的帐篷，10万顶的即个布片哦。哇，伊就爱安怎扩张伊的工厂啦，啊，搁有啦贷款哦，紧来哦，因为有10万呢，10万。啊，结果哦，等于要交货的时阵，交货的时候，那个路哦被封锁，啊，这声。就亲像最近安怎，买无能完蛋啊！吼，所以伫遮吼，免怎，伊伫遐一工两工咧想，拄看到遮个炭迄个矿工吼，遮个工人吼啊，做完之后啊，伫遐咧补裤啦。突然吼有一个灵感，安怎？啊，无将遮个布片的布较高嘛，对不对？哦，所以帆布的布来做什么？哎呦，你有穿到这排礼拜是的牛仔裤无？真正是无？毋是啦，哦，我嘛有一领礼拜是吼，啊，听讲即马第2领迄个对折啦吼，我无伫替因广告啊吼，啊，咧礼拜四就讲，伊看见即个上机，伊面对迄个困境的时阵，困境，然后咧，哇，看到遮个工人咧补裤对无？啊，你若甲即摆少年讲，啊，你破遐大工去补起来吼。伊会甲你讲安怎？哦，这破愈大坑愈贵，你知无？所以有人咱毋知影即摆世代这少年人在想啥物啦，兄弟姊妹，所以咱一定要有无共款的思维哦，不一样的思维在面对今天的宣教。哦，所以因为安尼，互伊业绩哦一飞冲天哦，就开始业绩哦愈来愈好，所以。就诚做即马这个礼拜四这例会吼，例会这牛仔裤的公司啦吼，所以大概真侪人知影这个牌子吼。你知影，这一些人因面对因所面对的困境，也是讲你想看嘛，你即马所面对的困境是啥物？所以伫遮你要安怎去面对哦？约书亚就照上帝的命令对待因，耶稣也就照了上帝的话这样做，这是一个伊得胜的关键哦。来，咱念台语来，上主安怎命令伊的仆人摩西按照安尼命令约书亚，约书亚就照安尼做，上主命令摩西的，约书亚无一项无照安尼做，哇！这个就是讲啦，拢听你的啦，都听你的话。因为过去有人无听话，所以安怎失败，你到家破人亡，家破人亡。伫遮咱看讲，第二个无靠我家己裁掉。我在想，为什么上帝啊，那些战车那么好，对不对？那一些武器那么好，为什么不要把它留下来？为什么无甲留落来呢？啊，遐要遐用，啊嘛无来徛看卖，对毋对？可能因较无法度徛尾啊，徛落去摔死安尼吼。所以到伫大笔的时代，其实你要看遐长的时间，因拢无遮的好的装备哦。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什么？等待，你就等待我。所以上主讲啊，我将这敌营交在你的手中，将这些仇敌交在你的手中。等我，进前用冰雹对不？上帝互因惊到安怎？自乱阵脚，互因安怎？军心士气拢散乱啊。所以伫遮等我，毋是靠恁家己。那安尼遐装备要对抗这联军没有办法。所以兄弟姊妹，咱有看到因伫迄中间因安怎靠着上帝，所以伫遐因等待。然后咧，
咱看讲因对结痂吼，下骹遐有一个指甲，结痂是啥物所在？会记袂？指甲是他们男人哦，割离，甲上帝立约。伫遐干咧，甲上帝立约，确认我就是上帝的百姓啊。好像你受洗啊，你确认你是上帝的子民啊。你是上帝子民，透过立约，对无？所以因剪了，因拢倒转来。你若去看第10章后壁遐吼，剪了，因倒转来到伫结痂，结痂就是讲鼓励咱倒转来到伫上帝，伊甲咱三个同在立约的所在啊。确认你的身份，你是属上帝，上帝当会为着你安怎征战嘛？今仔你讲你无要信主，但是你要享受迄个福气。门都没有，对不对？对吧？你要卡打相存，门都没有，对吧？兄弟姊妹，所以有一个真清楚，亲像基遍，好，伊本来通伫迄个亚摩利的联军内底嘛，但是伊却安怎？赶紧甲以色列人立约，为什么？敬上帝，敬畏上帝啊！所以伫遮第二，咱看讲，伫这个结痂，上帝互因有这个战术。然后咧，执行爱斩断因的马的骹筋，然后烧因的马车，才会战车。啊，遐好是要哪烧？上帝要互你知影讲，你靠我就对啊，毋是靠势力，毋是靠你的才能。所以毋通为着家己家庭，到伫申命记，你拢看伫申命记中间，摩西嘛是安尼讲啊。王不可拥有大批的战马，不可派人到埃及买马，因为上主说过，他的子民不可再回埃及。唔通用家己的想法去做啦。来，我们最后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来看哈两个拢读起来，从华语来。上主万军的统帅说，不是靠武力，也不是靠才能，而是依靠我的灵才能成功。唔是靠官力，唔是靠才能。是着靠我的神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啦。所以第二个吼，最后一个咱看安怎当心伫咧征战。兄弟姊妹，你对耶利哥这个战争吼，从耶利哥战争一直看到后面，你有感受到无？每一关迄个难度愈来愈增加，嘛是咧试验因的信心。你对你的生命、人生的路站的中间，你有拄到困难，可能对小麻烦，到伫中的，到伫大的，要安怎互你关难过安怎关过？这是咧考验着你对上帝的信心，敢毋是？我伫读遮愈来愈感受讲，上帝每一战拢互因去经历着无共款的信心。伫每一战的中间嘛是咧经历讲迄个同工彼此的磨合啦。当然，伫做一寡决定的中间，检菜无介水开啦。但是这拢是伫咧中间那种同工啊，不是同工，工是的工啦。教会嘛是相款，家庭嘛是相款。所以经过这了看，后壁这个领袖听约书亚，约书亚听啥物人？听上帝。而且知影要怎信任嘛？互相授权啊，就讲授权。好，今仔我互你有这个权利，今仔互这个军长有权利，今仔互小会员权利，今仔互执事有啥物款权利？同款。牧师是一个人尔啦，无遐高啦，拢需要有上帝智慧甲智囊团。所以变互相伫遮知影安怎彼此来信任，牧师授权，因安怎伫来做。接纳彼此无完全的所在，你我拢无完全，没有一个人是圣人，对不对？无一个人是，包括牧师，所以无一个人会搞的啦。所以保罗讲：“我夸口我的软弱，我何时软弱，我靠主何时得刚强。”牧师承认我有限，你呢？
约书亚他承认，所以他倚靠神。所以摩西甲吩咐的，伊唔敢安怎，逐项好，照上帝安怎做。所以圣经讲，伊手术的使徒先知有牧师传福音的，甲教师等等遮各尽其职。上帝互你我有无共款的职分，免啊伫遮彼此来接纳。所以咱伫这段圣经提醒我们什么？得胜的秘诀就是主给的智慧，还有呢，顺服他。你听上帝的话，听你也就对啊。顺服没有一件偏离不做，没有一件上帝吩咐的，伊无去做。为什么要带咱来做伙读圣经？伫读圣经的中间，有当时咱甲各位埋怨，读安尼。兄弟姊妹，倒转来到基础啦，但是这个是互你甲上帝建立关系，也嘛互你去带无信的人有机会去带读圣经，安尼好唔好？你若要得胜，得到秘诀，对上帝话开始啦，唔通行低路啦。这嘛是在提醒我，兄弟姊妹，咱做起哩，咱用这首诗歌。每一天，咱都需要上帝哦。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他的同在，需要他的能力。让我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同在，在我生命。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圣灵如雨降临。这是我的祷告，我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无求，每一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无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咱做来祈祷，主啊，阮每一天拢需要你，因为阮软弱，因为阮无气力的时，阮需要你；因为阮毋知方向的时，阮需要你。可能伫阮的工作、阮的家庭、伫阮的婚姻面临迄款的征战的时，阮需要你；伫阮的业绩可能受影响的时，阮需要你。阮甲主上帝关系，嘛需要你甲阮鼓励。亲像你鼓励约书亚，免惊，勇敢壮大。我已经将对敌交伫你的手中，虽然对敌追亲像海沙，好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的这样的一个困境，我都把它交在你的手中。愿主你来帮助阮，互阮会当每一天来到你的面前，安静听你的话，读你的话，祈祷来领受你所予阮的智慧，你所予阮
会测量较要紧军队的你的脚步。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好，这时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我的生命献予你，做你路引导一时，时刻每日献予主，归应等你万年久。我的手爱你命令，为着我主做切应，我脚也为你献，常常替你行无限。我的声音予你应，我是我落主无听，我献嘴遁来叮当，不还福音来救人，请起立。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你，感谢主过去一礼拜保守带领。阮今仔日伫主面前谦卑学习得胜，就是爱对主有绝对的信心，相信主一切安排拢是出伫听，相信主伫一切试炼当中，拢有主你上好的旨意、上好的安排。主，我们用信心来仰望，用信心来交托。主，今仔日接续也是要，我们来召开好会，要来选出2名长老、3位执事，恳求父上帝你圣心感动，来感动所有的会众，来选出下主心意的工人，甲牧师团队做伙来同工，来感动所有会众做伙来施工，利益教会，因为教会复兴需要来祈祷。主，你也讲。既然伫祈祷来求的，就神已经得到，主你就要来成。主，这是阮也欢喜，将一切上所献的金钱、时间、才能，摆伫主你的面前，要来成做主你的事工。恳求主你亲自来感纳祝福。阮伫你面前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免。请坐，这时咱请尤牧师来报告。报告之前，我们先来欢迎第一次在我们当中一同敬拜的5星仪姐妹哦，在我们当中，请你站立起来，我们欢迎哈。从南投的东埔教会哈来到桃园来工作啊，我们感谢主愿主与你同在上帝祝福。其他人来有头一遍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头一遍来做伙来礼拜的兄姐无？好，那无咱来先来报告报告了后，报告完之后那我们的直播就会暂停请线上的弟兄姐妹体谅
因为接下来是有一些的选举，一些的这一些的报告的事项哦，所以愿上帝来赐福我们。咱因为这国内疫情第2级的公告到第2月28号、2月28，所以咱有缘照政府的规定滚动式的回应这措施这措施所以请会友来协助来遵行这的制度这的时间就业时间咱对后礼拜开始要增加第11点第3场的华语礼拜伫咱的7楼OK 好，再下来好咱若未领到会员未领到这个合会手册、合会手册咱伫外口直接来领原则上一户一本啦咱已经有公告这个中级的名单候选选2名的长老4人任3名的执事3名执事搁看一下啦检查若第一遍无过的时阵咱伫这中间有2位来执事咱对7位的中间咱来选出3位咱真期待就用透过圣神的感动啦若选无着，毋是讲上帝无听你，是讲上帝为安排时间好，所以咱伫即个9点开始，咱就有即个有即个小组长点名投票应该拢差不多第一遍拢投了啦投了好长老甲区长已经伫遮协助咱来领票。来下一页，好，这就咱因为本来公告到伫11点惊讲你即马11点搁投，然后搁算会延误迄个时间我们3月6号今年度的第2次圣礼典要受洗的请在2月20号之前向游牧师或者是行政干事来报名那有要说咧咱伫3月7日2月20之前牧师也是行政干事来报名这已经讲过啊咱若鼓励遐爬较袂起来11点到12点短时间1点钟好再下来咱伫2月20 2月20到上一章咧2月208月2有这个小组各区联合的聚会啦后礼拜下昼1点到2点半咱鼓励这所谓小组咱会通尽量来参加咱的合会开了也要召开全人性命教育协会的大会搁有咱的志工的大会请咱留意这个部分就会较紧啦所以请咱留落来好，其他请咱家己来看我们来念一次华语的，一次台语的这个金句头一遍来华语的来。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耶稣亚，耶稣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耶稣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代志。让你做。上主命令摩西的约书亚无一项无照安尼做。约书亚记载章15节。好，咱这时阵咱就要来开始这会员的合会请书记点名请书记来点名确认